哦，今天开工就是了。要进场都要快3。想要上班，要是要先快筛阴性，才会当通行。阮向自务园区标出夜水群组案件了后嘛，开始恢复。不过，就算防疫做甲真齐全，夜水的2174个人，3、4采了后，阁有较真的个案，而且日益物流的近距离接触者，包括亲人员工267个人，而且嘛有人确诊。亚旭电脑这个前进指挥所应该不会那么快结束任务哦，还会复工前仍然有一些清零的计划要进行。桃园本土家庭一天就破功，特别是日益物流去过所在，搁来调查，除了甲团部连组长会当做的，搁有。全部都打完，大家不能放心。1号就要开学，就惊病毒入侵，教职员赶紧做第3剂。应该会比较放心一点点，对，加上自己有拿第3剂，对家人、对小孩都是保障。市长地文产真无闲，记者会才拄开煞，就赶来注射针视察。统计起来，那已经打完的有超过60几%，那还没有预约施打的，我们决定在2月8号一天完成施打。除了防止病毒扩散，嘛要提升保护力，就是希望赶紧把桃园的疫情控制掉。我是陈雅玲，想要跟我一起从零掌握天下事吗？赶紧按下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的订阅按钮，开启小铃铛，跟我一起探讨公共议题，给您最专业的华视新闻。